来看一个环保人士江文成哦，4当前开始就号召民众伫宜兰106公里长的海岸线来捡海洋垃圾，今仔是第100场咯。4当来哦，因并超过30吨的垃圾。江文成嘛表示讲，因为去年哦风台真济，所以今年的石城大里顶海边啊，卡真济大型的渔网啊，是真歹清。 这个人对音乐咧做体操，毋是为着运动，是等来要去海边啊捡垃圾。长期投入环保工课江文成，4年前发起民间公益自主团体海边啊接力赛，伫宜兰106公里长的海岸线咧捡海洋废弃物，目前累积已经超过30吨。今仔日是办第100场，都算是上半日，要是请真歹的民众去大起海沙坡啊做伙参与。 这个力量，这个凝结的力量是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啦。跟着风妈妈一起来做净滩，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行动，我们已经持续了3年多。我们希望是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海边的接力赛，然后不断的接力。这个成都海洋废弃物的行动，嘛是学校甲企业做伙响应，大家举办，大家拢真认真。江文成讲，发起的初心是希望囡仔只要去海边啊，就会当看到鼓山岛。 会当有一片清气佮美丽的海沙坡。它的周围范围1.5公尺的距离，所有的垃圾都不要捡。为什么？因为即马有真侪热天的大鸟，已经来到宜兰的海岸咧繁殖。去海沙坡啊捡垃圾进前，江文成嘛提醒参与的民众，若有看到鸟仔烧，唔通破坏附近的环境，避免鸟仔找无转来的路。伊嘛分析，因为去年风太济，外海定底渔网啊受到损伤，地处石城甲大理等等所在的沿岸，有真侪渔网啊卡掉咧，是真好清理。 要拿塑胶干那较挂，要是数量上济海洋废弃物。那个就是最难清理的，因为那边毕竟不是重要的观光景点，它下切的方式也比较困难。江文成讲，这个活动未来会继续办落去，一直到有一天唔要搁捡垃圾，大家拢有伦理环境的概念，每一届消费拢会当替囡仔想一个，即马消费的物件敢会变做是垃圾，敢会影响到未来生活环境甲权益。国际新闻宜兰报道。